大家好，我係 Perfect Times Yoga 嘅 Joyce。今日我哋會用瑜伽繩去協助進入唔同嘅瑜伽式子，特別係幫助我哋以更正確、更穩定嘅方式去完成每一個動作。好多時候，我哋嘅柔軟度、肌肉緊張，甚至姿勢習慣，都可能令到動作未做得到位。瑜伽繩可以提供一個延伸，令我哋更容易捉到正確嘅方向同力量，亦可以避免代償用力，即係避免用錯咗唔應該發力嘅部位去完成動作。用啱工具，反而可以令動作做得更安全，更清晰咁感受到肌肉應該係點發力，慢慢建立正確嘅練習方式同姿勢。依家準備好你嘅瑜伽繩，我哋開始今日嘅練習。揾一個舒服嘅方式，做一個盤坐嘅姿勢，俾雙腳自然交叉，坐骨穩穩咁貼住瑜伽席，雙手輕輕放喺膝頭上面，掌心可以向上去接收能量，或者向下，讓自己更沉穩。慢慢拉長脊椎，感覺頭頂微微向上伸展，頭頂頂天，而肩膊就輕輕向下沉，令上半身變得柔軟而穩定。合埋雙眼，放鬆眉心、下巴、頸同膊頭，讓整個身體都返到一個自然嘅狀態。將注意力帶到去呼吸道，吸氣嘅時候，胸腔輕輕打開；呼氣嘅時候，身體再沉低少少。跟住每一下嘅鼻吸鼻呼，讓思緒慢慢靜落嚟，喺呢份安靜之中停留一陣。慢慢打開雙眼，接住落嚟，我哋會進入牛面式。首先，跪喺瑜伽席上面，合埋膝頭，將右腳遞前移到去左腳外側，兩隻腳掌盡量分開，然後慢慢坐落去雙腳中間。如果坐落去嘅時候覺得唔舒服，可以用一個瑜伽磚墊高。坐穩之後，留意兩邊坐骨要貼實地下，左右腳唔一定要完全對稱，但膝頭要盡量上下對齊。跟住我哋做上半身嘅部分，左手向上伸直，然後向後彎。右手輕輕去捉住左手嘅手踭位，幫手拉一拉，然後右手慢慢繞去後邊，喺背脊後面揾返隻左手，試下扣住。好多時候膊頭嘅關節活動度唔夠，左手未必捉得住，身體會不自覺扭歪咗條脊椎，為咗令雙手掂到。如果出現呢個情況，我哋寧願用瑜伽繩連接住兩隻手，保持身體挺直，集中注意力將胸口打開，背脊拉長，應該會感受到右邊膊頭同左邊上臂有溫和嘅拉扯感。我哋喺度停留幾個呼吸，5、4、3、2、1，放鬆，
解開雙手雙腳，我哋換另外一邊。同樣先跪喺瑜伽席上面，合埋膝頭，將左腳遞前移到去右腳外側，雙腳腳掌盡量分開，然後慢慢坐落去。坐骨要貼實地下，膝頭要上下對齊。右手拎住條瑜伽繩向上伸直，再向後彎。左手去幫手拉一拉右手嘅手踭，然後左手轉返出嚟，喺背脊後面捉住條瑜伽繩。盡量坐直背脊，打開胸口。試下將條瑜伽繩向下拉，或者收短少少，感覺應該會再強烈啲。5、4、3、2、1，放鬆，慢慢解開雙手雙腳，將兩隻腳拍埋向前伸直，勾起腳掌，之後用瑜伽繩套住腳掌，將瑜伽繩慢慢收短，捲到一個你覺得有感覺但唔痛嘅長度。吸氣，拉長脊椎，坐高少少。呼氣，由盤骨開始向前傾，雙手將瑜伽繩微微向後拉，幫助上半身向前接，保持腰背挺直，胸口打開，腹部靠向大髀，雙腳要盡量伸直，將大髀向下壓，放鬆頸部，膊頭要盡量沉低，遠離耳仔，眼望前方，保持深長而穩定嘅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放鬆，慢慢坐返起身，鬆開條瑜伽繩，跟住左腳屈曲，腳掌貼住右腳大髀內側，伸直右腳向右邊打開，勾起腳掌，用瑜伽繩套住右腳腳掌，然後用右手捉住瑜伽繩。吸氣，拉長脊椎，坐直身體。呼氣，將身體向右邊傾，左手沿住左邊耳仔方向舉高，慢慢向右側彎。右手輕輕用力拉住瑜伽繩，幫助你保持腰背拉長。左邊側腰會慢慢打開，右邊膊頭保持沉低。注意保持胸口向上轉開去，唔好塌咗落去。吸氣，再拉長脊椎多啲。呼氣，再加深少少側彎腰，保持穩定暢順嘅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核心用力，將上半身升返起嚟，放鬆雙手，解開瑜伽繩，然後做埋另外一邊，左腳伸直向左邊打開，勾起左腳，右腳屈曲，腳掌貼住左腳大髀內側，用瑜伽繩套住左腳腳掌，然後用左手捉住瑜伽繩。吸氣，拉長脊椎，坐直身體。呼氣，將身體向左邊傾，
右手貼住右邊耳仔方向遞高，慢慢向左側彎，左手用力拉住條瑜伽繩，拉長腰背，打開右側彎腰，左邊膊頭保持沉低，將胸口向上轉開去，眼望上方，吸氣拉長脊椎，呼氣再加深少少側彎腰，保持深長而平穩嘅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核心用力，慢慢將上半身升返起，放鬆雙手，解開瑜伽繩，跟住伸直雙腳，鬆一鬆，蹬一蹬，然後動起右腳，腳踭貼近恥骨，吸氣，身體向前傾，右手向前伸直，然後由外側繞過右腳，左手喺身後面繞過去右邊，試下左右手扣住，但同之前牛面式一樣，好多時候柔軟度或者關節活動度唔夠，為咗夾硬捉住雙手，身體會不自覺屈曲或者扭歪咗。如果有呢個情況，我哋寧願用瑜伽繩連接住雙手，保持腰背挺直，胸口打開，反而可以做得更加安全同更有效。吸氣，拉長脊椎，呼氣，保持腰背挺直，慢慢進入息止。5、4、3、2、1，放鬆，解開雙手，伸返直隻右腳，然後換另外一邊，動起左腳，將腳踭貼近恥骨，吸氣，身體向前傾，左手向前伸長，然後由外側繞過左腳，而右手攞條瑜伽繩喺身後面繞過去左邊，左右手都捉住條瑜伽繩，吸氣，拉長脊椎，打開胸口，呼氣，保持腰背挺直，同時穩定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放鬆，解開雙手，伸返直左腳。依家準備進入船式，先坐穩喺瑜伽席上面，屈曲雙腳，腳掌打開同盤骨差唔多咁闊，踩喺地下，拉長脊椎，打開胸口，攞起條瑜伽繩套住腳掌，雙手捉住繩嘅兩頭，吸氣，用力收緊腹部，慢慢將身體重心向後移，雙腳抬離開地面，令小腿同地面大約平衡。如果覺得穩定，雙手可以慢慢將瑜伽繩收緊啲，保持手臂伸直。瑜伽繩會幫你支撐住雙腳，令你更容易保持平衡同挺直腰背，令到腰腹核心更加集中用力。想挑戰多少少，可以試下將雙腳慢慢伸直，腳尖向上，保持膊頭放鬆，自然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
放鬆，慢慢鬆開瑜伽繩，雙腳落地，輕輕垂低頭，放鬆上半身。慢慢瞓喺瑜伽席上面，雙腳自然伸直放鬆，然後曲起右腳，將瑜伽繩套住右腳腳掌，雙手捉住瑜伽繩嘅兩邊，手臂自然伸直，但唔好鎖死手踭。放鬆膊頭，吸氣，拉長脊椎，後腰要貼住地下。呼氣，用瑜伽繩慢慢帶住右腳向上伸直，揾到一個你覺得有拉伸感但唔痛嘅角度。腳掌輕輕勾起，左腳保持伸直，向地下沉低，盤骨緊貼住地面。瑜伽繩只係幫你帶住隻腳，唔需要太用力拉住。喺度停留一陣。5、4、3、2、1，跟住用右手單手捉住瑜伽繩，左手放喺左邊盤骨上面，或者向外打開，撳住地下去保持平衡。吸氣，拉長脊椎。呼氣，慢慢將右腳向右邊打開，腳掌保持勾起，右腳唔需要完全放晒落地下，只要打開到你覺得右腳大髀內側有拉伸感覺就可以啦。重點係左邊臀部唔好跟住升起咗，保持盤骨兩邊都要穩穩咁貼住地面。用瑜伽繩可以令到右腳得到支撐，唔會因為太重而拉扯咗落去，可以更安全咁伸展。停留幾個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將右腳帶返到中間，解開瑜伽繩，放鬆一下。然後準備換另外一邊，曲起左腳，將瑜伽繩套住左腳腳掌，雙手捉住瑜伽繩嘅兩邊，吸氣，拉長脊椎，呼氣，用瑜伽繩慢慢帶住左腳向上伸直，保持腳掌輕輕勾起，右腳大腿伸直向下沉，喺度停留幾個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跟住用左手單手捉住瑜伽繩，右手放喺右邊盤骨上面，或者向外伸開撳住地下保持平衡。吸氣，拉長脊椎。呼氣，慢慢將左腳向左邊打開，腳掌保持勾起，盤骨要同地面平衡，兩邊都要貼住地下，眼望上方或者輕輕合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。慢慢將左腳帶返到中間，放低條瑜伽繩，左腳輕輕放返落地下。依家曲起雙腳，腳掌踩開瑜伽席嘅闊度，雙手慢慢打開放喺身體兩側，手心向上，將膝頭慢慢向右邊放低。然後帶返上嚟，再向左邊放低，跟住按照自己嘅節奏同速度，將雙腳左右兩邊擺動，鬆一鬆腰背同髖關節。
然後放鬆，雙腳自然伸直，沉落去瑜伽席度，將雙手繼續放喺身體兩側，掌心向上，雙腳自然分開，腳尖輕輕向外，讓肩膊沉落地下，胸口微微打開，面部表情完全放鬆，鼻吸鼻呼，每一次呼氣都俾身體再沉低少少，輕輕合埋雙眼，喺呢一刻俾自己純粹咁停留，感受放鬆，讓全身自然冇負擔咁進入大休息。如果有時間，你可以留喺大休息多5至10分鐘，享受呢份寧靜，或者慢慢將意識帶返嚟身體，輕輕喐動下啲手指、腳趾，慢慢將雙手伸向頭頂，微微伸個懶腰，曲起膝頭，將身體轉向右邊，頭可以瞓喺右手手臂上面停一停，然後慢慢將自己推返起身，揾返一個適合自己嘅坐姿，雙手合十放胸前。多謝你完成今日嘅瑜伽練習，希望透過呢啲有支持嘅動作，你可以更清楚咁感受到身體正確嘅方向，知道自己應該用邊啲肌肉，點樣進入息止會更加安全同穩定。瑜伽繩唔係為咗令動作變得更容易，而係幫助我哋用正確嘅方式去打開身體。如果你今日覺得某啲動作更加容易掌握，或者終於揾到正確嘅感覺，呢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嘅目的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練習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。多謝你嘅參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Namaste。